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4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地区为去年8月到即马雨量偏少，目前已经启动第1阶段的限水。行政院长赖清德2号来到南华水库视察的时阵强调，民生甲产业用水目前也有2个月供应存量，请民众毋免太过恐慌。行政院长罗清德2号上午由水利署长罗建成、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江的陪同，做伙视察南华水库，了解目前的水情状况以及防雨隧道的兴建进度以外，同时也为全台湾辛苦的水利人员加油打气，并提出开源节流、调度以及备源这4项策略，要来度过这次的欠水时期。这个第一个开源呢，我们就是把曾文水库加高3公尺，因此呢，我们曾文水库的库容可以增加5500万吨的水。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清底，就是清淤啦。清淤的技术提升了，效率提高了，啊，另外我们还弄排沙隧道，这一部分曾文水库都已经完成了，加高已经完成了，排沙隧道也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就要我们南化水库，所以我今天来到台南视察水情，为什么特别选择南化水库？南化水库的排沙隧道正在进行当中，啊，我要祈勉我们所有的同仁，啊，一定要如期如质完工。另外呢，未来如果在智慧化之后，还可以增加1成的这个节水量，这个非常了不起，啊，这是发生在台南市的。那另外呢，中央未来还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请自来水公司帮忙啊。今天总经理在场，昨天也得到大鱼奖啊，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这个漏水率啊，要下降到10%。2031年啊，就是民国120年的时候，能够到自来水漏水率下降到10%。另外呢，我们也要有推动一个政策啊，就是用水大户，特别是工厂，它的回收水资源的回收，要现在的70提高到80。罗清德院长嘛指出，目前民生甲产业用水各有2个月存量，呼吁民众莫渡水，造成水资源调度的困难。也希望民众爱养成省水好习惯，建立长久的用水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民进党市长初选过后，原本用民进党籍要参选北区、中西区的议员参选人吴杰，认为民调对陈廷辉无公平，加上派系利益已经超过民意，所以宣布退选。不过，伫支持者甲市长参选人柯中信不断的抗争之下，所以吴杰将以着无党的身份再次来到年底议员选举。北区和顺利里长吴杰原本以民进党身份要到年底议员选战，不过想要到一场市长初选派系斗争甲民调不公，会对民进党失望，表明要放弃参选。不过日后伫支持者甲市长参选人柯中信的抗争，国务院一定要用专业甲经验为民服务，嘛互伊选择暂时退出民进党，改用无党的身份来参选。不过我的感觉了哈，民意应该是大于党意，党意绝对大于派系的利益。我说人民为主是我要从事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引以为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人民是上重要。哦，所以我认为，党如果背离党意太远的时候，我觉得暂时离开民进党对我并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哦，那未来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还是会跟民进党一起来，因为我们的理念基本上都是爱乡爱民爱民众的，哦，所以应该不会上面很大的影响啊。
我嘅强调，为了后一代台南以用无党来选，并未烦恼冲击着选情，因为伊是选择甲人民徛做伙，用真心服务的使命感来争取认同。但新闻军及林光采访报道。今仔日是历史天安门事件届满29周年。议员李文正甲教授新建筑，上午依着台湾一直被中国恐吓，其实就亲像逐工拢是天安门事件。因认为其中上界要紧的，就是爱赶紧修改历史课本当中的台湾规行中国点文字，为教育来做起。议员李文正甲学者新建筑多年来向政府发声，争取企图开了宣言台湾规行中国等坚定的国家认同。上午伫历史天安门事件29周年即刻，更是强调咱家己的历史课文虽然将台湾光复改做接收，不过台湾规行中国文字悠然存在。不过台湾一直被中国恐吓，议员表示，伊再次伫议会提案已经照案通过，将真正的战绩扩大到总统蔡英文。蔡英文会当安尼看到台南市议会的即个提案啦，吼。就是讲，请蔡英文来了解到教育部违法的这个事实啊，马上下令改正这个违法的课本啊。咱即届的时阵啊，我有伫议会定期大会，我有去提一个案，这个案即马是照案通过，等于台南市议会啊，无分党派，大家拢同意啦，大家拢通过，希望讲，迄个中央啊，会当来重视这个问题。为了中国的武力犯台，甲争取台湾主权的认同，议员讲伊强强要分立正，就希望中央会当重视教育部伫课纲当中涉嫌违法的事实。但新闻军及林光采访报道。又过到了毕业的季节，有议员接受家长的真情表示，因为济学校拢是提早到6月中旬就举办毕业典礼，这个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而且一提早放暑假，学生就只好送去安亲班、补习班，这拢会加重家长的负担，所以要求教育局爱检讨。议员曾经无分党派，拢替中小学行政人员争取无休假加班费至少到7天。上午国民党籍议员伫记者会中再次要求教育局表态，到底到变五算？不过教育局代表参照挑战，多处只用积极努力来回应。当然，议员除了争取行政人员的福利，上午嘛替家长的真情来发声，认为咱国中小学的毕业典礼毋是到6月底，而是6月中，甚至6月10号的举行，这个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增加家长负担。对家长来讲，如果你早1个礼拜毕业典礼结束的话，尤其是国小的家长跟我们反映说，那多1个礼拜，他们要怎么安排小朋友安全以及金钱上多出来的花销。毕业典礼上好是会较后面，对学生受教者，我感觉多留在给学生在上课时间已经太少了，让家长能够充分安心的去上班了。为什么学校把那个毕业典礼的时间移到前面来？是因为考量到，是迄个老师因有出国的计划，若团购了后，是毋是袂去卡到迄个暑假，迄个价小较贵的团啊？所以谁就爱迄哪早，我无清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既然家长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你提早了变成那个孩子们要提早放假。以今年来讲，6月9号、10号，它是星期六、星期天哈。那其实学校办这个，它有它一个行政作业上的考量，比如说家长能不能来参加毕业典礼，当然是希望星期六、星期天。那还有一个是周3的一个时间点会是一个高峰，所以就是以学校跟家长的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大概发生的比较多的那个校数会是6日或星期3。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家己教育主管机关、学校甲家长立场拢各有主张，如何将毕业典礼规划甲时间清楚，互家长来了解，才当避免无必要的误会。但新闻军及林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林百货开幕至今已经满4周年，这档全台湾上市的百货公司，运用特殊的历史地位甲复古的设计，成功打响知名度，成为游客知名观光的景点。这届林百货欢庆4周年，安排了侪展览甲活动，欢迎大家去到老咧。林百货已经成为台南非常重要的景点。这届林百货4周年庆。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前来，借由业者的介绍，一一去熟悉到林百货目前上界热门的商品，以及最近一个档期甲香港合作的设计展览双层链设计展，其中丰富的品牌故事以及设计发想，一寡一点一滴的细节，成就了林百货成为观光客来到台南一定爱来的知名景点。原来是预计要亏损。那没想到，竟然还能够打平，甚至还有盈余，这也说是在内文创界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事情。那这4年来，我想林百货的事迹可以说是事迹跟功绩了哈，可以用这个罄竹难书这4个字。我们来自香港的朋友可能听不懂这个罄竹难书的典故啊。这个等一下再请哲山跟你。这个确实是真的是非常的成果非常的丰硕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啦哈。第一个就是一开幕就每天都排队每天都排队排到门口以外了哈。所以开幕前1个月我都不敢来，因为每天看到排队那么多人那第二个已经变成是被票选为全台湾10大夜景里面之一那其他的夜景都是很大规模的建筑物，或是很大规模的景点，那只有这一栋是小房子。那第3个，开幕4年，进来的游客已经突破500万人，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将这台南在地设计，透过林百货一栋高级的老店品牌甲创意精神，扩用到国际上。互较侪外国的朋友看到台湾，这就是林百货这4档来的成就。也希望未来林百货当创造较侪国际上的关注，互全世界拢会当熟悉这个美丽的所在。台南新闻网号采访报道。位伫六甲顶12路口边的货柜餐厅，虽然店面看起来无大，不过内面却是有将近200平空间。业者用符合式的经营，结合餐厅、艺廊、甲开放市集的概念，充满美式的风格，也成为台南新的稳重版景点。驻地货柜餐厅位伫六甲顶12路口边外观看起来小小的店面，但其实内部的空间有将近200平，相当的宽阔。业者就是希望互每一个来的顾客，拢会当有一个真舒适、会当存运的空间。这个复合空间。业者也常常甲艺术家做定期合作，店内底拢会展出了充满特色的艺术品，也为餐厅的空间增加了侪优雅的气氛。主题货柜餐厅也提供了时下少年人上喜欢的早午餐，并且业者佫特别引进了氮气的加压机为饮料以及咖啡来保持新鲜。伫咧品尝的同时，可以观赏到氮气伫咧饮料当中沉淀的模样，相当的特殊。
那我们餐厅里面它的坪数有200坪，所以我们欢迎不管你是朋友聚餐还是公司团体，你想要找一个地方来办活动的话，我们这边都很欢迎。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样式的选择，包含到我们的餐厅里面有饮品，那饮品特别有氮气的部分。氮气它其实在国外已经有行之有年了。那它的技术呢，为什么会导入氮气？是因为它可以保鲜我们食材它的本身的新鲜度。所以因为从烹调一直到客人你的手上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时间，但是透过氮气，它是延长了这个保鲜的期限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餐点，我们选用的食材都是选用我们台南我们自己都去市场买回来，然后买回来我们都不敢买太多，为了也是因为要新鲜，所以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驻地看看。为着要友善环境，业者除了尽量保留四周边的树木以及原本的风貌，并且也引进了日本上盖新的无风冷气的技术。不但更加节省能源，而且也让室内空间变得更加舒适。重点是因为保持我们的有限性，因为资源的有限关系。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很迅速的帮我们把这个铁皮屋里面的整个空气是能够有效的把它降温，所以当你走进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蛮舒服的状态，而且它同时又能够除湿。那这个的原理，它是用冷媒的方式，它可以灌进来到这些冷管里面。那这些冷管里面，它自然的就会去把热跟冷给释放出来，或者是吸收回去。它释放冷，然后吸收这些热源回来。那当我们的冷气的冷空气排出来的时候，迅速达到降温。那我们的冷气它都是变频的，所以这个变频的效果，它就可以马上达到它冷气不再运转。那同时我们的荷包就可以比较省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驻地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跟环境共生。那再来就是提倡环保。驻地货柜餐厅伫咧将近200平空间内底，四界拢因装了一寡小卡司，业者也搭配侪表演以及市集娱乐的活动，希望让这个所在会当有更加侪发挥的空间，也会当甲咱台南的文化做更加深度的结合。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教育部推动户外教育竞选，希望学生对学习更加有兴趣。日前伫高中职甲高中小户外教育成果飞扬100竞选当中，台南市总评比是第1名，其中光复实验小学甲土库国小得到金牌。教育部办理公司日的高中职甲高中小的户外教育成果精选，飞扬100，台南市得到总评比第1名。其中光复实小甲土库国小嘛得到金牌奖的肯定。光复实小运用学校周边的丰富生态资源，包括红树林甲独木舟的教学，嘛结合附近的天后宫、盐山、盐埔有馆、游戏湖等社区的资源，互在地囡仔亲近家园。嘛，互来游学的学生更加熟悉七股，嘛成为各级学校户外教育的基地。教育部最近公布的飞扬100户外教育的这个全国的评比，我们台南市获得全国第1的一个好的成绩哦。那其中有2个学校获得的金质奖，12个学校获得银质奖。那在金质奖的部分呢，是我们的光复实验小学以及新园区的一个土库国小。那光复国小的，它过去也是我们的特色游学学校哈，所以在七股地区，它就是善用它在地的特色牡蛎啦、盐田哈，还有独木舟等等。在本身学校就是融合课程，可以让其他的学校的学生在假日啊、暑假都可以到学校去游学。那另外它在地有一些盐田、盐乡博物馆等等哈，也都是可以融入整个的一个游学的路线。土库国小以世纪高峰踏寻土库为方案主题，课程包括学习脚踏车的相关知识，完成两铁壮游学习，以及爬山的相关知识，完成2座百岳挑战。透过完成各式各样的挑战，成就多元的学习经验。教育局表示，台南市的户外教育已经发展出43条优质的户外教育路线，鼓励老师甲学生行出教室，透过走访校园甲社区，踏查历史古迹甲博物馆等，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邵文彬师生摄影联展3号开始，伫福冈县南台病院展出。伫开展即天，真侪介意摄影的人前拢看展。总主持班就法师特别参加开幕典礼，为活动揭开序幕。摄影家肖文彬老师是美国德州大学人文艺术系毕业，对着摄影以及意识形象有真深的研究。
2014年来到佛光山林间大学台南分校，教导念影技巧甲观念，得到真好的回响。这次联合学生的作品共同布展，吸引真侪念影同好前来观赏。伫开幕即天，南台北医总住持满洲法师也特别出面接待，并赠送星云大师的创作，甲每一位参与的贵宾结缘，并以念影中对焦的重要来开示人甲人之间相处的之道，为生活当中融入佛家的智慧。对准焦距就是遵守规矩，所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人的行为，假如没有对准焦距，没有依规矩，就容易脱序了，就会受人非议。所以对准焦距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所谓佛教所讲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就像照相一样，要调整好光圈跟距离，才能够照出一张好的照片。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的人生走得顺遂，走得前途光明，你就要具有八正道。所以八正道就是要我们辨别是非邪正，要我们要有善恶，我们要明白因果，这样子我们的人生自然就能够一切平安吉祥。这次的展览作品里面有才跟我学4个月的，当然也有学3年的，但是他们普遍的成就都不错，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当一个老师，其实不是老师自己伟大，这个没有用，要学生伟大，就是说要行行出状元，让我的学生里面有更多状元，这样子我个人才会觉得更开心。我的生活，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成就。肖文彬师生念影联展，展期为6月3号，一直展到6月底为止。欢迎对念影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佛光山南台北医6楼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早，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在关键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